好，今日係一年一度嘅沙湖中華文化日，我哋帶大家睇下現場熱鬧嘅攤位，去片。林校長，多謝你今日嚟到沙湖參加我哋嘅中華文化日。你覺得中華文化日對於小學生有啲咩意義呢？中華文化日咧，其實對於每一個人都非常之重要，例如孝道、禮儀各方面，我哋都係要學習嘅。將來我哋將呢個嘅中華文化去廣傳俾每一個人。